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议员林庆定表示，有关代替各计划来到新市议案，经过市府交通局争取，已经确定增设4公里、各带90亿的前瞻计划。虽然地方拢相当期待未来发展，不过因为目前该案的规划设计，新市火车站需要往北刷2-3公里，佮开5亿来兴建新站。加上原来远东科技大学的师生通勤拢大受影响，所以议员强烈要求交通局重新检讨评估其他副案，交由中央审查。目前这个案对地方造成的冲击，第一咯，歹的所在第一，以这个台一线这路桥还存在，台一线的路桥啦、路桥还佫存在。第二，你从新市火车站目前的车站甲线往北2公里，去到迄个所在是规个拢农地。你甲线了后，除了讲开遐做新站，还佫做透过都市计划变更这农地，而且还佫征收呢道路对台19甲第19甲目前的这个道路爱连接入去到新的车站，你还佫做这个工作，佫征收的钱。来，你还佫设新站，还佫开5亿。家己这要在5月22号，交通部审查的时阵，阮较过来看因咧安怎做一个迄个最后的迄个评估安尼。对啦。另外，议员嘛关心新市大洲里的资源回收场，也借1公顷土地营收5000万的利润以后，依序放火，造成咱消防兄弟3天来拍花喷射无意义行动，加严重污染。所以要求环保局对这款非法废弃场恶意的经营模式，一定要提早防范，加强处理。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坤宏表示，为了严控6家店的肺炎新村，由公安部委托台南市政府进行的公办都市更新案，受万雄建设公司得标拍算起大楼。不过后来发现大湖文化遗址甲树木保留等问题，引发都市开发的争议。对此，议员上午认为，该案因为是市府所主办，应该负上大责任。除了厂商已经交5亿外地价款，爱适度赔偿损失以外，嘛强烈要求绝对唔通去开发，要求甲厂商改约变更成公园用地。现在唯一的就是透过都市计划变更为公园用地，然后跟远雄解约，远雄要求遐尼悬的赔偿费，是依照民间的算法，那政府机关不可能这么算，不可能来算。那现在飞燕新村停抵押、放抵押，由哪一个单位来管理？那目前都委会是还没有通过它的开发案啊。那照合约内容它可能要针对都委会的这个决议内容它要提一个可以来说服委员会委员的这个替代方案出来那如果说他呢也提得出来也可以解决这个文化遗址的问题再可能才可以再重新思考不然这个案目前这个远球公司也还没有提出这个对应的这个替代方案。那目前这个案因为远球公司也提出这个履约的调解了争议的这个会议，那目前还在这个审议在讨论当中。关于飞燕新村土地是国防部所有，未来市府表示也是要归行国防部来管理。对此议员强调，因为眼看有真侪国防部的眷村土地拢囥咧拍荒，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慎尽监督责任，避免杂草丛生，佮引发天高者的危机。等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伫西滨道路通往南关线的安民路二段路面头空破卖1米外空脆，不止影响交通要道甲过路安全，互会长郭信良不满是，其实2个月前已经有民众向伊反映，两边面高压水已经变正，
艺术自来水管破损造成，不过自来水公司却以水压无下降，并无积极处理。一直到今日，恢复议长再次到现场会勘，除了强调路面的水温比高压水明显较悬，甚至现场阁亲自人吸起来水来印证，就是自来水管破去。不过自来水第六区管理处却表示，也是要等待开补厘清责任，和副议长相当不满。自来水公司来看，断定是自来水就是99.99%，是因为伊自来水管破的外来路钱就抽空嘛。啊，不管哪你自来水要先来补起来啊，对不对？先来补啊！你这车辆交通这尔大，你唔先来补，咱个个需求量遐大，无论是交通，无论是需求量，拢爱你自来水要先来做啊！你真正搁咧厘清倒一个单位，通搁来，啊，意思讲桥帮的，咱自来水无爱干嘛农业搁来做，还是因为干部局的关系，真正搁咧厘清，这样大重大的代志也搁咧厘清，我不可思议。另外，刚刚自来水公司真的烂了啦。要彻底的检讨一下自来水公司的态度和人员的配置，真的有问题。台南近来因为河水少、欠水危机一直无解，不过这款艺术自来水管破损所造成的路面头坑，那一旦证实，就是白白浪费2个月庞大水量，冲击到民生用水，所以呼吁相关单位一定要尽速处理。但新闻管制林跟采访报道。日前，泰国女子来台湾卖春，并且发现有艾滋病，嘛因为该名女子曾经伫台南待过1阵嘛互国民党议员烦恼后续的处理问题，并且质疑免签的政策敢是伤害台湾，特别召开记者会，要求卫生局加警察局做出说明。一个泰国女孩子被发现，她到台湾来至少5次，那最后一次落脚的地方就在台南。那如果那天没有发生那个抢案，他们去报案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也不会浮到台面上来讲。那究竟没有浮到台面上，跟他类似状况的，在我们台南的各个角落里面存在有多少？我想警察局跟卫生局应该要让我们这些市民朋友心里面有个底，尤其是这次发生的这个艾滋女。那么他在台南已经落脚那么多天，那么多次，可能的，如果以媒体报道的，他接触的人数来讲，可能在台南已经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不好意思在我们台南这边做筛检，或许他会去嘉义或者去高雄，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掌握到说，真的是多少人是出来，可是我们确实跟往年来比较，确实有增加了大概2成以上的那个筛检人数，所以而且我们一直还在呼吁当中，我们一直都会透过新闻稿，还是说，请卫生所同仁一直在呼吁说，请有曾经跟他接触的朋友们，就是能够到合约验所去做筛检。卫生局嘛呼吁过去半冬期间曾经甲泰国女子进行性交易的民众，应该赶紧伫艾滋病抗通期3个月后主动接受筛检，并且建议6个月后再追踪一摆。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母亲节就要来到亚洲餐旅学院举办着牵手阿母时尚飨宴个人套餐的料理比赛。
希望学生会当发挥平常时伫咧学校所学到的技巧，来做一道属于母亲的美味料理。校长张进川也希望借由母亲节料理比赛，提醒全校的学生，伫母亲节这天，爱记好好啊感谢妈妈。让同学们呈现他们平时学习的成果，但是更重要的是，除了记忆教育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在生命教育跟生活教育当中，培养学生们呢感恩，那么同时重视家庭的伦理。那么母亲是我们每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组成分子，对于我们同学们的照顾跟爱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母亲的一份爱心与敬意。那参与的同学非常的热烈，那同学们也非常富有巧思，在他们设计的套餐作品里面，尽可能去呈现他们自己想要对母亲所表达的心意。这届比赛由真侪评审依照无同款的观点去拍分数，上界重要是现代人所需要的料理，不只是好食，而且佫爱美观，也佫有爱健康的概念。伫咧竞争以后，前3名也正式公布，并且让人相当意外，这届第1名是由印尼学生所得到。很开心，就是第一次比赛就可以得到那么好的成绩，然后我们也一起想了几天的菜单。我们觉得，因为这次的主题是母亲节，我们就想以康乃馨来作为我们的主题，然后我们大概花2-3天设计我们主题，然后2-3个礼拜去练习。就是过程虽然有时候很困难，但是最后还是得到那么好的成绩，我们觉得很开心。对于餐点的主题故事到菜色的设计、甜点评分等等的细节，亚洲参与学校的学生伫咧餐点的创意上愈来愈多元丰富。校方也希望学生会当伫咧专业的领域更加用心，未来伫咧餐饮业会当拍出一片属于家己的事业。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马道身躯顶所穿的衫，依照环保所在为概念，侪拢是运用着旧衫，用无同款的手法去翻新创作，呈现出旧衫新穿的新风貌甲新感受。昆山科技大学时尚课程进修部学生即个依照格式化作为毕业展的主题，展现出伫咧学校4当来的学习成果。学生的作品或者是或许是深色，可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日间部或夜间部，其实都有他们自己对于这一个时尚产业的一些省思。那这个省思日间部的话，可能是以科技跟自然的一种对抗，好来完成格式化这个议题。那夜间部的话，就是以这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回收那个时尚永续时尚来做。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我们台南市，甚至在台湾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课题。好，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对我们自己的一些社会责任会去思考。前来舞会参观的代理市长李梦燕，嘛希望借由大家这个斗日，和台南服装以及时尚产业会当发展甲愈来愈好。也跟李主任正在合作，希望能够把我们台南的这些业者带到米兰去参展，希望今年法都成型。目前正在中央经济部正在补助，在审核我们的这个补助计划。那么希望可以成型，让我们的台南的产业可以走出国际。那其实我们有很多都是隐形的世界第一，里面有很多隐形的世界第一。我想这个将来，所以各位同学将来应该毕业后不一定要到台北去上班不一定要到国外那么台南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产业，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台南这样的一个产业把它做起来。这场助手除了是昆山科技大学的学生因学习4当的成果，同时因也希望会当借此来提醒大家爱重视地球污染对环境的影响，进一步更加爱惜地球。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关会中心26号下晡举办关会职优表扬大会，总共表扬110个机关团体、26个学校单位以及超过2000位关会超过100届以上的民众。在咱关会中心嘛，借由表扬
向热心奉献的关会人以及团体表达敬意。再次掌声，谢谢。台湾在许多热心的公益的这个社团、企业、学校，还有国军等单位及捐血人的推动下，让我们台湾国民血液的这个达到7.5%，排名世界第一，与其他国家4%、5%相比，遥遥领先。这样的成绩也是名闻国际。韩国 KBS 国家的电视台在106年特别来台采视并且呢加以采访。那台湾推广捐血的经验也成功跃上了国际的舞台。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即马有愈来愈侪人投入关怀行列。台南关怀中心伫106年度关怀总量就高达42.428题。主办单位嘛希望借由表扬大会，鼓励更侪个人会当主动关怀来帮助需要的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高雄市唐氏镇欢喜协会表演为这届活动揭开序幕。由统一超商所经营的仁德服务区，这几年积极举办公益活动，将伫25号、26号2天举办“爱在仁德，一块做公益”活动。现场邀请想你手作工作室、台湾地协会以及台湾雷特市镇朋友关怀协会、宜林之家关怀协会等公益团体甲小农到场设摊。现场除了会使品尝到当地农特产品，嘛会使做公益。高公局以及统一超商上场主管嘛拢亲自出席支持做公益。很高兴统一公司能够跟高工局在一起，在仁德服务区这边，除了为我们一般的用路人提供服务以外，能够为在地农民还有公益团体弱势的部分尽一分的心力。那在服务区做公益跟推广这个农特产品本来就是高工局的一个政策。那我们希望说，以后我们在任何一个服务区都能够看到公益活动，都能够买到具有当地特色的农特产品。事实上，我们整个仁德服务区在定期的时间点，我们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公益表演，甚至在这个假日的时候，邀请我们所有的公益团体来做这样的一个演出。那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廊道，也有一个公益的一个廊道，做这样的一个布置，还有包含来做一个回馈哈。那也都希望达到在做企业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做关怀社区、关怀邻里的一个部分哈。统一超商嘛将代表仁德服务区做爱心，只要车辆伫活动2天来到仁德服务区。每一台车各捐1块予雷特市镇朋友关怀协会，希望社会大众会使共同响应。台南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近日，桂林文化中心已经迈入第7档的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今年为着要庆祝桂林文化中心20周年的生日，因此策划了一连串的国乐震撼演奏系列活动，进入大台南偏远地区，希望提升民众的音乐素养，加深文化的高度。团长也对这届节无共风格的活动主题一一做介绍。那我们以往是在5月，那因为5月本身那个场地没有办法举办一些常态性的一些大型活动，那我们在县市合并之后，有机会我们就搬到归仁文化中心成为一个驻馆团体。那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刚好碰到文化中心20周年庆，那我想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就办了一个
第一次的国乐节的系列活动。那我们今年第一届国乐节活动，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做国乐震撼啊。那也希望说，在我们国乐文化中心里面，它未来在这个剧场改造里面，可以成为很大的亮点。国乐震撼这个系列活动将会对5月5号到6月9号这段期间，举办5场音乐会甲2场讲座，多元化的题材甲音乐的内容，将会呈现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丰富的专业性，予所有的观众。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